收睇生活主播室。近年越嚟越多香港人開始追求健康生活，男女老幼都中意假日嘅時候行下山，呼吸下新鮮空氣。我哋今日請嚟註冊遠足導師郭振文郭 Sir 嚟同我哋傾下偈。係郭 Sir 啊，其實咧註冊遠足導師主要係做啲咩咧？嗱，其實我哋做遠足導師最主要就係組織一啲野外訓練嘅課程。咁例如我哋會訓練一啲參加者係地圖指南針嘅使用啦，佢哋點樣去紮營啦，點樣喺野外煮食啦，咁從而令到佢哋可以係獨立去處事。其實我知道要成為一個註冊遠足導師咧，都要經過一啲嘅考核嘅。其實佢係要考核啲乜嘢咧？其實一般我哋例如起碼知道佢有冇啲基本嘅行山理論嘅知識啦，同埋佢係喺帶領人去行山嘅時候咧，佢哋溝通嘅方法啦。即係有啲人都提議話行山可能可以帶啲膠袋，其實個作用係喺邊度咧？如果你咁啱喺途中撞到落雨嘅話，咁如果你對鞋唔防水嘅，你可以試下用個膠袋套住喺襪出邊，就作為一個防水層，再着翻落對鞋度，可以頂住一段時間啦。咁啲雨水唔會滲喺隻腳度咯。嗱，好多女士覺得即係行山可能可以減肥，其實呢個講法啱唔啱咧？因為我亦都見好多女士可能行完之後咧食嘅嘢仲多咗嚇，咁未必一定係個個人都可以減到肥。但係如果你話將你行山係變成你減肥嘅活動之一，而你又可以同時間控制埋你嘅飲食嘅話咧，其實係都幾好嘅。嗱，踏入7、8月好熱㗎啦，即係喐下30幾度，其實適唔適合行山咧？或者其實香港有冇啲咩路線係夏天都可以行下嘅？其實就任何天氣都值得去行山，亦都可以適合行山。但係最主要就係你點樣去準備。例如熱，香港嘅天氣又可能好潮濕，咁你可能你喺帶嘅裝備上面，可能例如你要帶多啲水啦。咁你衣着可能真係要，例如好似我咁樣要有領啦。咁同時間，如果路線上面，如果中間有啲地方俾你唞一唞嘅，例如可能有啲村落嘅士多啊，你可以飲個涼茶嚇，食碗豆腐花唞一唞先再行咧。你個人就會舒服啲咯。其實會唔會話有啲提議俾大家，即係夏天嘅時候可以去邊度行下咧？例如可以喺東涌嚇，咁啊可以沿海邊行入去大澳。咁沿途應該都係行3至4個鐘度嘅啫。咁升高落低都唔係太多。咁同埋中途亦都有啲村落係真係有士多嘅。即係其實行山可能遇到唔同嘅天氣狀況，即係譬如話大霧啊、大雨啊，點樣去應付呢啲突發情況？喺進入大霧之前咧，我哋可能已經 set 好晒我哋嘅指南針嘅方向，我哋跟住嚟行。咁你 keep 住行，咁就唔好偏離咗你原本嘅方向就 OK 嘅。可能你帶一啲黃色燈膽嘅電筒，如果係偏黑嘅地方，你可以幫到你照個視線範圍可以遠少少。康文署嘅網站咧，亦都有介紹本港38條行山徑，按住長度、坡度以及係路面狀況同行程所需嘅時間，分為易行、普通難行、難行同埋費力難行。大家不妨參考一下。今日咧，我哋多謝郭 Sir 上嚟俾咗咁多專業嘅意見我哋。嗱，今日節目時間有夠，下一集我哋再同其他嘉賓傾下偈。